坏事，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是接受很多教会的资助啦，所以我主要是在教会里面报告。其实我之前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论，让我觉得去帮助人很受伤，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要什么形态去报告我的工作这样子。对。好，今天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关心乌克兰的朋友，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南颖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分享。那过去南颖在台湾他等下也会自我介绍一下。他在台湾是念机械系，那后来到了这个乌克兰去航太大学去就读这个博士班。那也刚好遭遇到俄罗斯在今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当然学校的课业也因此中断。那他也很关心在这个乌克兰的人民。那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有点像今天台湾跟中国的关系那一种地缘的关系，或者是政治的纠葛的关系那等下可以请南颖来跟我们分享在台湾的这种处境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身在那个战争的最前线那一种感同身受的那一种感受所以等下可以请南颖来跟我们分享。那南颖在乌克兰因为学校也没有办法继续，所以他就加入了这个国际的这个志愿军。那也跟这个之前罹难的这个曾圣光还有一些台湾的伙伴也在当场有在都成为战袍那后来他退到这个这个退到比较乡村地方去继续做后勤支援的工作那也认识到日本的国际饥饿对策那国际饥饿对策它是一个比较偏向基督教的机构在日本他们也很关注在如何去援助这个乌克兰，所以那个南颖就成为日本国际饥饿对策在乌克兰的一个专员所以他接下来又要回去乌克兰，那我们在他在回乌克兰之前，还有机会来邀请他来跟我们来分享到底乌克兰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那甚至接下来这个战争，我们没有人敢说它战争会哪时候结束，或会不会扩大都不知道。但是战争最后一定是要重建的那重建需要怎么样的支持那其实你想想看，我们台湾在921地震的时候，地震就是那一个几秒钟、几分钟而已那地震之后当然有余震但是我们台湾在921大地震当中，从灾区慢慢复原到恢复这样，也用了10几年也用了10几年。那你可以想象说，乌克兰这个战争已经打了10个多月，那这10个月来要用多少时间去重建乌克兰？我想可能不是5、6年、10年的时间，可能他们需要用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够去重建所以这个是一个漫长的道路啦那我们感谢今天南颖他在乌克兰的亲身体验来跟我们分享。那他作为一个台湾人，也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如何去看待去面对，还有他现在的工作是日本国际饥饿对策的成员他如何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援助工作。那我们今天其实也有邀请这个台湾饥饿对策的这个执行长那个曾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他刚刚从台南上来所以他等一下会赶到那台湾饥饿对策其实来了，郑牧师来了来，请坐，来这套请，这套请，这是牧师来，这套请那台湾饥饿对策等下郑牧师会跟我们来分享那其实台湾饥饿对策也是一个刚刚在台湾也做了一些在台湾的社会救助的工作等下可以请郑牧师来跟我们报告台湾的饥饿对策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今天也很高兴总会委员牧师教社的干事委员牧师没有来但是他有特别请助理嘉芬来到我们当中嘉芬也是我们在长老教会长期投入社会公益问题或者是急难救援的的协助他也实际上参与了很多的工作了那今天还有大家一起来关心，我想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时间那我们是把时间来交给南印那先请他来跟我们分享那我想这个时间的安排就是说，你大概分享要多久的时间？大概20到半个小时左右。好，那可能可以多分享一些台湾跟乌克兰的那样处境我觉得台湾跟乌克兰处境很类似这个可能让在座的台湾人也知道那俄罗斯如何在进行统战，那乌克兰里面有统派的那他们如何在这一场战争当中他们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们也很想知道那因为台湾也一直被威胁嘛，那台湾里面也有所谓的统派嘛那到底俄罗斯的这种认知作战在乌克兰里面怎么样所带来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成为台湾的借鉴那今天很多的先进在当中也可以我觉得期待大家多一点对话了那蔡教授长期在关心台湾主權问题那或许也能够彼此我们激发一些在台湾这一场战争其实不是只有那个俄乌战争其实也是影响到国际未来的发展那甚至也关联到说台湾那我把时间交给南印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欢迎南印来跟我们分享。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来自新北树林的王南印我是2015年到了乌克兰第2大城哈尔基夫，然后一直到战争。我跟很多人一样，就是在战争前也是对未来有很多的梦想。然后，但是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一场战争，然后突然让我的人生观以及信仰有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在这是在我住的附近的一个小学对，战争刚发生的时候，然后我住的地方附近就开始轰炸，然后非常害怕，然后就一直自行脑补，就是俄军如果到我面前，然后他会不会抢劫我，会不会杀我等等的，有些这些状况，非常非常害怕。我开战的前3天没有吃东西，就是没有喝东西，瘦了3公斤。然后很感谢，就是台湾的外交部就期间一直有联系，跟台湾的外交部联系，看怎么大家撤侨怎么撤出去。刚才提到是说我那时候半工半读，所以很感谢上帝，就是我跟乌克兰本地的同事关系都还不错，所以这一位同事
他就帮忙联络，他打了19通的电话找计程车，终于找到有计程车司机愿意载我们，就是不过因为战争啊，也没办法说载很远，就是一个区段一个区段，而且在那个时间点，乌克兰人是对中国人非常反感，对中国人非常反感，所以我就到处带着，就是有乌克兰本地同事带着我跑，遇到很多检查哨，他就帮忙解释这个是台湾人，然后这个人是一直以来都跟乌克兰人关系很好，等等，就是很感谢，就是他帮忙联络，然后帮忙解释，所以我们就一起辗转了3次车到了这个火车站，然后我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逃难的时候其实还持续在下雪。然后到了这个火车站之后，就是一直以来都有跟台湾的外交部在联系，所以我就搭上台湾政府所准备的第2班撤侨巴士，然后之后3月2号抵达波兰的华沙，这是我们第2班撤侨巴士。那时候就是跟大家一起拍照，就是历劫归来的照片。可是总共一起撤出来的台湾人大概30到35个台湾人左右，他们绝大部分在那个时候就都陆陆续续回台湾了。但是我过去的7年8年，在乌克兰有很多的同学、同事、弟兄姊妹，教会弟兄姊妹等等的，然后基本上我的俄文能力、乌克兰语能力还算可以沟通，所以我跟他们没有什么语言上的障碍。我眼睁睁看着在3月2号、2月24号到3月2号这一段时间，我看着很多人，怎么从一开始觉得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信念，说我们会打赢，到慢慢很多人开始有无力感的状况，到后来变得绝望，因为兵荒马乱，所有的商店都没有食物了，架上没有食物了，药局所有的药局都没有了，加油站没有了，没有办法供应油，然后钱领不出来，很多人变得很绝望，很多人我看着很多人就是在问哪边有糖尿病的药啊，在哪边有什么药，我虽然测出来，但是我就总觉得很不放心，总希望能够帮忙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没有回台湾，我就留在波兰。然后之后辗转到了乌克兰以及波兰边境的一个小城叫梅蒂卡，在那边做翻译的一个义工的工作。因为我就是因为有非常多的难民、老先生、老太太、小孩子，先别说英文，他们可能连波兰话、连乌克兰语都不会说，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做一些难民服务，就是帮他们主要有3个大的工作的面向。一个是帮他们收集食物或日用品，再来下一个是他们有的人到了波兰之后要继续可能往德国或是其他国家继续逃亡，所以我就是帮他们去联络可能的交通资讯。第三样服务的内容就是有很多人终于过了边境，可以松了一口气，所以有很多人他们的悲伤。很多的那个苦难，然后就是终于有机会可以说，所以我那时候就听着陪着很多的老先生老太太，听着他们说他们的那些心里的苦，然后也是在这段时间，刚好有日本的国际饥饿组织，日本的国际饥饿对策组织，他们也在边境那边做一些难民服务，然后我看到他们就用日文跟他们互动。日本这2位日本的那个同事，他们也是很惊讶，说：“哎，这边怎么会有一个台湾人可以帮他们？就是日文讲的还可以，然后可以直接日文跟乌克兰语翻译，日文跟俄文翻译。所以那时候是先留了一个电话，留了联络资讯，然后之后我。4月7号回乌克兰去参加志愿军，到6月5号，然后其实我也不是就是也不是很专业的士兵啊，然后所以我在部队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我在部队的时候，遇到很多
很可怕的状况，对我来说非常可怕的状况。所以我在那段时间非常非常害怕，我就一直读圣经，希望寻求一些帮助，说实在就是老实讲，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从小学的时候就跟家人一起去教会，我就一直认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啦。但是虽然当然我在乌克兰的那几年也是有持续去教会，但是我对于信仰，老实讲没有那么深刻的一个体会，也是在部队的时候，至少有3、4次，我觉得我应该会真的死在乌克兰，极度的害怕，所以我就读圣经，新约读了好几遍，旧约以前连创世纪可能都读不完，在这段期间，创出利民生一直读到以赛亚记，然后我开始去渐渐的去理解或体会使徒保罗他所想要表达的一些事情。然后我6月5号正式离开部队。老实讲，我那时候正式离开部队的时候，我也不晓得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是继续回到边界当义工，还是回台湾？我那时候没有概念。我6月5号一离开部队，2个月前认识的日本人就打电话给我说，我们日本饥饿对策，这边需要翻译，然后就是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同工，所以我就是参加跟他们一起当义工。在起初的时候，6月的时候，我跟日本那些日本人就是一起配搭，从波兰送食物到乌克兰的西部的利沃夫等等城市，还有以及南部的奥德萨等城市。对，这是我们把食物送回乌克兰的一些照片。然后同时我们也帮助乌克兰人从乌克兰里面到日本避难的一些帮助。这是在波兰华沙的乌克兰大使馆去申请一些文件，然后之后又在波兰的日本大使馆去申请签证，然后之后我再送机，然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这对母女是现在人在大阪，然后这2位女士她们现在在横滨。这对母女其实我在战争前也不是很熟，但是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发现他们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有一些圣经上的一些就是圣经或是一些关于信仰的一些疑问，然后我跟他们聊天，然后这对母女马上就回答我说：“哎，这个就是王弟兄你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在圣经的哪一卷书哪一个章节就有解答。”就可能有解答，然后就去翻，哎，还真的有，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上帝，我是这样理解，可能上帝预备了，就是这对母女到乌克兰，到日本去一起同工，去推广福音。相反的，这2位现在在横滨的乌克兰人，他们是难民，不过他们不是基督徒。我就是信徒与非信徒我都帮助，但是我遇到很多状况，我觉得就是作为人我没办法解释，但是我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祝福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要讲成功神学，但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状况，就是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在这对母女身上看到学到的很多见证。之后到了7月份，日本人他们都跟我同工的那些日本都撤回日本了，就我还留在那边。然后我就持续从不只是西部，还扩展到中部以及东部，做一些人道的救助的活动。然后我有访问当地的一些难民中心，去访问比如说这个体育馆里面挤了150个难民。然后有送一些物资、食物日用品到乌克兰的一些小学，这原本是小学但是因为战争，所以现在变成难民营。然后在那边做一些去孤儿院做一些资源的工作。这是另外一间孤儿院，也是去分送一些食物给他们。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难民，他们要接送或是紧急避难，只要时间跟空间有办法配合的话，我都会帮助他们，都会尽量协助。哦，这台车子是那个日本那时候，日本人他们租的，给我使用的一辆车。然后还有就是定期到医院去探访，由前线战区后送的一些难民，其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这位老太太，她在今年5月底的时候，某一天，在自己家里面的院子跟女儿通电话，电话讲到一半，突然砰的一声，腿就炸断了，然后她就倒在那边，一直大量流血。他的女儿在电话的另外一端，全程都听到自己妈妈的惨况，但是无能为力。轰炸的当下，每个人都是自身难保，所有人都躲到地下室，躲到壕沟，躲到避难的地方去躲起来。所以这个姊妹她那时候就是觉得，可能人生就这样结束了，所以她一直祷告，之后失血就失去意识了。后来醒来的时候，在医院后送到医院，后送到后方的医院，然后醒来。然后医院就通知我这边，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难民，就是看是不是能不能去帮忙去探访这样子，就是以此开始有很多的互动。然后每次去探视这位姊妹的时候，几乎每次去她都在读圣经，然后在聊天过程中，她就是一直很坚强，然后一直总是说，哎，你们这些义工有没有什么要代祷的事情？就总是主动替我们代祷，他就算躺在床上哪都去不了，但他还是一直用在网络上，在一些社群里面分享一些福音的事情，所以我对他一直很有负担，然后印象很深刻。对，因为这位老太太她是脚趾头被炸断，然后后送到后方，所以除了这两位老太太，那边的医院还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难民。还有就是协助儿童医院去提供必要的耗材，因为在战争时期，国家大部分的资源都是往前线去送，或者是优先顺序先给军人，所以儿童医院他们就不够就是跟我这边联络，需要一些尿布啊、奶粉啊、药物啊等等的耗材，跟我们这边联系，我就是尽可能帮他们去找、去收集，然后提供给他们。然后还有就是说，去定期访问许多的贫困的一些难民。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说的话语。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我除了送食物去拜访他们，送食物给他们，还有就是给他们圣经，然后以及问他们就是有什么负担，有什么苦，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或者是有机会就是我用圣经的一些话语，圣经里面的一些故事，去跟他们聊一聊，帮助他们帮助他们不要那么绝望，还是有希望，还是有一些台湾人或是有一些日本人在这边支持你们，帮助你们，就是过去就是在做一直就是访问很多家庭。这是我在那边跟当地教会一起去难民营访问的时候，一起读经的照片，还有参加他们当地的一些祷告会。就是我除了，然后同时就是在乌克兰，还有在波兰，还有在捷克等等的教会，就是有机会对方有提出或者讲，就是帮助他们当地的教会，做一些资源的工作。然后这是我之前送食物到中部地区。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再赶快回乌克兰的很多原因之一就是说，比如说这位老先生后来他就不在了，我访问完这次之后，辗转听到他就不在，就是有太多的人，当然不管是年纪大，或是因为天气冷，或是因为战争的关系而死亡，就是有一个负担，就是说很多人来不及悔改信神就不在了，所以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紧迫性，所以很希望能够赶快再回去，或者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有负担的弟兄姊妹就是一起回去乌克兰做一些这样的资源的工作。然后这是我到东部
去送食物的一些的照片。这位父亲，他原本住在扬兹哈尔基夫的市中心，在战争前就在市中心有自己的家，有工作，有老婆。2月24号，BAM，然后什么都没了。然后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就对我喊叫说：“请帮助我，我的小孩因为在城市中的市中心的房子没了，所以他就逃到真咖，去找那种没有人的空屋，将就着去住。然后老婆没有了，然后工作没了，然后我就是吓一跳，就说，因为他其实才20几岁，是我也不晓得人生要怎么走下去，要怎么活下去。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对我喊着说：“请帮助我，因为我的小孩子在这边，我们没有水喝，我们只有水沟的水可以喝。”我听到就吓一跳，然后我之后又再送一些饮用水，送滤水器去给他们，又回访他几次。在乌克兰有非常多这样的家庭，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他是到乡下临时找一个空屋去将就的去躲起来，所以年久失修。乌克兰现在平均温度乌克兰现在最近零下10度。乌克兰就是说它的冬季平均会到零下20度。我在乌克兰有经历到零下30度的状况，所以我在上周跟乌克兰那边的同工在通电话的时候，对方其实有提到，很多乌克兰的同工他们很害怕这个冬季过去。因为现在状况就是说，他们自己在都市很多都是电力啊或者基础设施都有困难，自己都很困难的，所以要再去访问乡下，或是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难民，是不是那么容易达成？所以他们就是很害怕，接下来如果就是这个冬季过后再去回去乡下找的话，还有多少人还在？我会日文，我以前在台湾在日商服务过，然后我会日文这样能力，在乌克兰唯二使用上的就是一个是跟日本的国际饥饿对策的机构合作帮助难民，另外一个是我在6年前、7年前去的时候开始跟乌克兰奥德萨的这个日籍传教士跟他们同工，传阅牧师他在乌克兰26、7年，他主要是用俄文在当地建立教会，在当地侍奉。但是乌克兰有一些中国留学生或是中国人，他们也饥渴慕义，所以我就跟传阅牧师合作，就是针对中国人办一些讲座，直接说日文，然后翻成中文，这样子办一些传福音的讲座。我在难民服务的过程中，有一天有一个难民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那个乌克兰难民跟我说，很感谢几百年前从欧美到了台湾，从欧美到了日本的当年的那些传教士，因为有当年那些传教士，他们来台湾、来日本宣教，来传福音，所以几百年后的这个时间点，乌克兰能够持续的得到台湾以及日本等等众教会的一些资源，所以他很感谢当年的那些传教士。神的计划就是超乎常人的，就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其实很希望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就是一起加入，哪怕一起代祷，或者是一起做一些事工，都可以帮助，都就是或许在1个礼拜内、1年内、5年内、10年内，不见得有什么成果，但是在神更伟大的计划里面。我相信就是大家都是可以跟神一起同工的。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将爱心送到乌克兰，诚挚的邀请各位。昨天就最近跟一个弟兄聊天聊到，然后他跟我说在乌克兰里面，可能比如轮椅啊这些不缺，然后我说。我是回答他说，对，确实是不缺，但是在乌克兰很缺，就是
陪他们复健的人，陪他们从绝望走出来的人，陪他们内心重建的一些人。我在乌克兰的一些孤儿院或是难民营，我去访问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东西吃，但是没有工作，没有办法上课，每天就坐在那边发呆，两眼无神，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所以，但是我一个人能做的很有限。我跟那边的神学院一起合作，跟乌克兰当地的教会一起合作去访问。但是我们就是说难民，难民非常多啦，所以很希望邀请大家一起，不管是在台湾代祷或是各种形式的帮助，就是很希望大家一起参与，一起协助。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明还有一个见证哈。刚刚提到我是3月2号逃难到了华沙，大部分的台湾人都离开了，我留在那边。留在那边，我一开始我不是马上就去当义工，我一开始在华沙的饭店先住在饭店，但是生活要过啊，所以我原本在乌克兰里面是半工半读的，我有领乌克兰的薪水。在战争之前，乌克兰的货币叫做格里夫纳，波兰的货币叫做兹罗体，1块钱兹罗体换5.5格里夫纳。在战争之前，我3月2号到了波兰华沙，3月3号要去换钱，全部都不能换，全部都是零。我突然内心有个很大的冲击。然后内心又想到马太福音6章19节、29节这2段经文，就是不要为自己在地上聚集财宝，而是要在天上，要去思考天上的财宝，就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反思。我作为一个人，就是过去那几年汲汲营营存了钱，但是就像传道书说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就这个在当下我经历的这个事件，就是对我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思。但是非常感谢神，就是马太福音6章33节，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我到了华沙的时候，所有的就是我想要留在那边，我有试着去寻找一些帮助。比如说台湾的政府，或是乌克兰波兰的政府，但是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你回台湾，你不要留在这边，你回台湾不要留在这边。乌克兰的难民可以申请到，比如说居住的一些补助啊，或者一些生活费的一些补助。但是我是台湾的护照，所有人都说你回台湾，你不要留在这边了。所以我的困境，我在那个时间点的困境，就是比乌克兰人还麻烦。所以其实老实讲，我一开始在华沙的时候，我想去找工作，所以我就到了因为我在那边住饭店，我是因为我没有钱嘛，我有一点点美金啊，我没有什么钱，我就打电话回台湾，请我妹妹刷卡帮我付饭店的钱，但是不能一直麻烦台湾的家人啊，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在华沙的时候，有去中餐馆试着去找工作，中餐馆的老板他人也很好，他就说他帮忙问看看。同一天，就是我透过这个奥德萨教会的弟兄联络上最左边的这位乌克兰牧师。这个乌克兰牧师他在波兰华沙有一个乌克兰教会，所以我透过奥德萨那边的弟兄跟他联络上。我一开始想说，我就不要住饭店，我就去住在教会好了。我到了教会，一进到教会我就吓一跳，那个华沙的教会的面积可能跟这边差不多大。我一进来的时候，连站的空间就是几乎没有站的空间，挤满了难民、老弱妇孺，挤满了很多物资，连站的空间都有困难。这个牧师他非常的亲切，一直笑笑的对我说，尽管他很忙，这牧师他一直在接电话，因为有人要接过来，有人要送去哪里，他一直在接电话，很忙。
但是他一有空档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笑笑跟我说，他首先了解我的状况，然后我跟他讲说我想要住在这边，他说他也笑笑跟我说，好，就是我可能自己找个角落啊，找个走廊，自己想办法将就，他就说都 OK， 所以我那天后来拜访完牧师之后，我就离开教会，隔天中餐馆回复我说有5个工作机会，就是可能别的中餐厅啊，或者是一些中国商店之类的。第6个就是说到边界去当翻译的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因这3个原因，我就去当翻译的义工。第一个是我前一天晚上看到那个牧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激励我的一个榜样，就是我好像帮不上什么忙，还要去麻烦，造成困扰，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要去试着去帮，就是更积极的、更具体的去帮助一些人。第2个是工作好像随时都可以做，但是帮助难民在那个节骨眼，在这个节骨眼必须要帮助难民。第3个就是我前面刚才提到，就是乌克兰领的薪水没有办法用，波兰其实它不是美元，它不是欧元区，它是自己的货币自裸体，所以如果战争波及到了波兰，那我就算领了薪水，那也是虚空的虚空啊。所以因着这些缘故，那我就跟老板娘、跟中餐馆说不好意思，你帮我找这些工作，那我可能还是推掉，就是去当翻译，然后间接之后又认识了日本的国际接对这个组织。刚才就是提到我见到这个牧师是3月上旬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这位牧师，乌克兰人的牧师。然后我第2次再见到的时候是7月中的时候，我带乌克兰难民到波兰去办签证，去日本避难的签证申请的时候，又再次见到。再次见到之后，我是开着日本人那时候在我之前日本人他们租的车子，还有日本人有留给我一些活动的一些费用资金。然后我那时候离开教会，离开拜访这个牧师，离开教会的时候，我坐在车子上，我就很惊讶，就是我在几个月前我是比难民还要困难的一个人，但是几个月之后，我竟然可以反过来回到华沙，然后甚至帮着这个牧师。就是帮助这个在华沙的乌克兰人教会，帮他一些忙，就是对我来说是就是神迹啊！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是一直提醒自己，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神都会都必加给你们。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其实我那时候留在华沙滞留的时候。然后，包括台湾的一些外交单位，就是希望我回台湾。然后我那时候不愿意走，不想走，我就讲了一个理由，说我没有钱，没有钱买机票。所以外交单位就跟我说，那我们帮你出机票，那请王弟兄王男你回台湾。我那时候还是拒绝，但是绕了这么大一圈，其实我目前还是回来台湾的。但是我这次回来台湾，我如果3月初就是带着很多就是逃难的状况来台湾，狼狈的回台湾。但是我现在10月回台湾，是带着许多这种就是许多的见证一起回到台湾，所以对，所以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状况啊。不好意思，我还要补充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认为说，我们现在去帮助乌克兰难民，去帮助难民，然后是我们要付出自己的时间，付出自己的金钱，然后人都会有软弱。但是我的理解是，其实我在帮助难民的过程中，我听到非常多的难民，他们是如何死里逃生的，他们是如何在死里逃生过程中呼求主名、祷告、悔改，然后神怎样子帮助他们，救他们出来。所以我一直相信说，这些难民
他们身上发生的经历，他们的见证是能够帮助在台湾以及帮助在日本将神的国、神的义、神的福音更多的宣传出去，所以是双向的，而不是只是我们单方面给。以及同时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台湾过去几百年前，如果没有比如说马街牧师或者是门诺牧师等等的，他们来台湾，他们脱离他们的舒适圈来到台湾，跟着台湾人一起成长。那今天或许作为一个台湾人，我们有机会再把这样当年得到的这些爱一起再传到乌克兰去，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谢谢各位。我想要留多一点时间跟大家可以对话了那其实我比较想也透过南颖来分享，就是说你在乌克兰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在乌东地区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俄罗斯的统派那这些其实在台湾的处境之下，我们有什么样类似可以提供给我们在台湾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能够去对应台湾的处境跟乌克兰的处境我们要如何去看待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问题那感谢你跟我们分享目前的这个状况。那我想就像我一开始开场白的时候是说921地震我们花了10年了那乌克兰打到现在10个月了可能要花一世代的人才能够重建家园那对于这个重建家园，当然曾牧师也会跟我们来报告一下那或许等一下你也可以介绍你在日本国际饥饿对策在当地到底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未来性，这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现在也很担心说，台湾因为跟中国的地缘关系很近，我们也很怕这个是属于中国跟俄罗斯的本质其实有一些相似那中国也有小粉红，俄罗斯也有小粉红。那中国的统派也在台湾去影响俄罗斯的统派也在乌克兰影响那这个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如果我们自己台湾没有守护好，我们也很困难腾出另外一只手去帮助需要的人所以这个大家也会关心到这些问题那就这些问题请你分享一下等一下你再开放大家想一下想要问问题那先想起来好 OK 那先请南颖来分享。其实我帮助乌克兰的时候过程中，然后有乌克兰人问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在一起，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我回答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因素是，我是这样理解乌克兰如果好好的撑住守住，那俄罗斯可能会崩溃，俄罗斯崩溃，那中国可能会被拖下水，那中国拖下水，可能就没有时间，没有多的余力去骚扰台湾，那对台湾来讲就会更安全。就是我有一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在内。我就像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是，我过去的7、8年，主要是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第2大城哈尔基夫，所以我周边的人其实都是说俄语为主的。老实讲，就是我以前有一些同学，他们就是聊天的时候就直接跟我说，他们想要想把乌克兰的护照换成俄罗斯护照，想要加入俄罗斯的国籍。
我遇到不少的学生，不少的同学或是朋友，就是那边的氛围是这样子的，但是这样战争，一打马上就打到那些就是乌东地区的人的家里面，很多人其实他们就包括我6月，我在部队的时候，然后之后离开部队的时候，我有回家一趟，然后我有跟以前的邻居他们聊天，然后我很多邻居他们就很错乱，他们很多邻居就觉得我们从小到大，俄罗斯那边说我们是一家人啊，为什么你都先杀我们呢？而且杀是很多就是很残忍的手段，包括我有遇到有乌东逃出来的人跟我讲，他们那边遇到很多的部队，不是俄罗斯族，是远东地区来的部队，就是那种长得类似蒙古人那种黄皮肤的蒙古人的种族，他们来，然后占领了他们的家乡，然后把他们都赶走，然后他就说那些那些远东地区来的士兵，他们聊天，他们就说啊，政府高层承诺说啊，这些地会送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就很错乱了。就你世世代代跟我说我们是一家人，结果我们的土地你就让一些不晓得哪来的人，然后就承诺要给他们，然后所以很多人在战争前可能就是说会有那种所谓的对大俄罗斯民族的一些想法或幻想，但是这场战争确实是我遇到很多人就是打醒了他们，让他们更为清醒了。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对那个有个现在那个你的机构当中他们在对于这个复原重建的规划，等一下可能请郑牧师来补充了，好不好？还是我们先请郑牧师来分享补充，那让大家来想一下，等一下可以提问可以针对南宇的分享来回馈，那也可以就这个郑牧师有一些的具体可以协助的部分来回应好不好？那我们先请郑牧师来跟我们分享。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台湾国际饥饿对策的秘书长，姓曾国藩的曾。在这个当中，我在上个礼拜3、4，我才接到日本的国际饥饿对策的电话，说有一个台湾的勇士要回到台湾来，所以希望我能够安排教会让他能够到各个教会去做分享。我说他在台湾有多久时间？他说就1个礼拜。所以我在接到电话之后，我马上赶快联络，我能够联络到就是总会的教社干事，就是林伟莲牧师，就是嘉芬的那个老板嘛。所以我就跟他联络，他就从台中赶回来，第2天我们就见面了。然后我就跟黄承生牧师说，下午还有那个晚上看能不能有一个时间可以在这个济南教会办这样的一个分享会。所以他想，那这么短的时间要号召这个很多人很多的教会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查经班的时间来做这样的分享。接着我就想到很多可能的管道，所以我到后来，因为我自己因为礼拜6我要开那个理监事会，这个理监事会是决定明年的事工，而且明年的事工非常的严重的事工，很大的事工，所以我很忙，所以我礼拜5就放他吃草。礼拜4讨论完之后，礼拜5放他吃草，然后礼拜6我开完会，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请那个蓝营去那个理事监事会报告，那理监事也很支持，而且也就是说这个工作很重要。那既然他在日本国际饥饿对策一起同工，那我们回到台湾来，台湾的国际饥饿对策能不做一点事吗？尤其在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在过去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国际的救援。这个国际的救援，其实我们在历年的一些国际上的灾难，我们都尽量的去做帮助。所以在今年那个
乌克兰发生战争之后，日本的国际机械对策跟韩国的国际机械对策，他有到那个到乌克兰波兰的边境，然后在那边设立救助站，所以我们就赶快把一些钱就就转汇到日本的国际机械对策跟韩国的国际机械对策。所以这个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在历年的当中，比如说那个印尼的那个斯拉威西的那个津波，还有那个日本还有很多的地方，它所发生的灾难的时候，台湾的国际机械对策还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去帮助他们。虽然我们这个机构太小了，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在听到他这个消息之后，我就赶快联络，所以就昨天我们在开完会之后，我们就到了那个路主教会。路主特别在罗店，在那个高雄，所以我们就3个人跟我的助理，就3个人就杀到高雄，然后那个参加他们的一些其他的聚会，然后礼拜天我要负责讲道，他们为这个机械对策募款，然后下午的时候我们还到高雄，最很重要的是高雄这个聚会，因为6点牧师特别在安排。有一个台湾队在台湾的一个负责的同工，这个所谓的台湾队，是因为这个在台中跟这个在高雄的这个一对夫妇，他这个先生是到那个跟那个蓝颖一样，到那个乌克兰去留学，然后就2个就相爱，然后就在那边结婚，结婚以后就回来，那个男生是俄语、乌语都很棒。所以那个女生也学得中文也学得很深，所以在那个乌克兰在教中文，乌克兰人在教中文，所以他们回到台湾来以后然后他们就看到这个战争的时候，他们2个人就开始告诉他们在乌克兰的学生说，我们在台湾愿意做这种事情，因为那个男生是台湾人跟那个蓝领一样，所以他们就开始组织这个工作，就把乌克兰人。他的学生的那个乌克兰的学生，跟我们这边的资源，跟教社委员会有一个连结，连结完之后，他们那个在长老教会总会送了150床的那个病床到那个乌克兰，就是由台湾队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在跟他昨天在讨论的时候，才发现到说，在乌克兰里面有台湾队。而且台湾队它是有教会的组织，有等等的一些相关的组织。虽然它不是一个注册独立的一个组织，但是它有很多的相关的组织可以一起协力，包括军队。所以在这个当中，那个在输送东西的时候，如果有军人一起去配送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而且那个蓝领他真的，我在听他讲完之后，我很替他担心因为他日本其实不可能一直在那边。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其实是单打独斗，很有意识、很强烈的那个企图心，也很热心在做服务。但是其实四周都充满危险。他刚才应该有介绍到，他在过那个海关检查哨的时候，碰到麻烦吗？有讲这个吗？没有。他说，因为我听他讲第5次了嘛，所以我可以稍微帮他补充一下。他在那个边境的时候，他拿的是什么护照？台湾的护照，对不对？但是没有人看到那个内页，没有看到那个台湾所以他说 China， 你是 China 来的，所以他们对那个中国人其实到后来是很有感觉的，很有感觉。所以他就说你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那个驾照是哪里？你知道吗？乌克兰的。但是那个日本的机械对策租给他的车子哪里来？日本。捷克的车子。所以他说奇怪，你这个车是偷的吗？所以解释半天，你的驾照是乌克兰的，你的护照好了算是台湾好了但是你的车子是捷克来的，那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他解释要很多的麻烦。另外一个麻烦就是他要把那个灾民送到后侧的时候发生妈妈带着小孩子，对不对？他就问他妈妈说：“你认识这个人吗？这个外国人你认识吗？认不认识？不一定完全认识但是是受灾的人。”所以他就问他妈妈说：“你这2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吗？”因为他怕什么？怕这个台湾人人口贩卖，人口贩卖。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会非常很对他担心，也很钦佩他这样的精神。其
其实他在联络的时候，那个日本国际接待社的那个 Seki 长就是他们主席啊，那个总干事就告诉我说，哦，他这个他会很多的语言，但是我在这一次跟他出来之后，我发现他最流利的语言是什么，你知道吗？台语。底下被讲台语哦，比乌克兰的。俄语。日文。乌克兰。所以我昨天看到他跟那些乌克兰的那个，好像就看到亲人一样。他讲的那个乌克兰话哦，绝对不会像刚才在讲华语一样滴滴嘟嘟啊。所以他再来第二个那个，当然俄语没问题啊，他会乌语、俄语、日文、中文，还有台语，还有英语，最起码有6国的语言啊。所以在这个当中，他可以在当兵的时候。因为战争很激烈，所以我听他在跟我谈话的时候，我知道说他在部队里面他是炮兵，在台湾是炮兵，所以他去那边是后线，对不对？但是那个部队长跟他说：“你会那么多的语言，那个灾民那么多人，需要有人翻译，你干脆你不要在部队里面，就去当这个灾民的服务工作。”所以他才投入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给他特别的恩赐啊。昨天我看他在讲那个乌克兰语的时候我听不懂，但是非常的流利，一点都不会吞吞吐吐。再来就是日语，他日语，我看他带我去那个日本的商社认识那些日本人的时候，他跟日本人讲起话来也非常的流利呢。但是讲中文可能比较离开很久的，所以比较生疏了。不过至少他可以把他在那边的情况分享给我们。昨天在会议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他的最大的问题是签证。他这次回去是用观光签，观光签只能有30天的时间，申根签证可以有180天里面6个月当中有90天可以在那里面，所以他可以穿来穿去，但是观光只有30天，对不对？是 multiple 吗？是重复的可以进出吗？应该是，他也是因为战争之后才对台湾有开放观光签，他在战争之前是台湾视同中国，所以是另外一套标准。因为战争，但是你要把你的签证稍微看一下，因为那个签证有 multiple 跟 single one。所以那个，如果你是 single 的话，就单一次的话，你就出来就没得进去了。所以在这个当中，那个签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日本国际接待社在乌克兰没有注册，所以他没有办法，日本给他这样的一个工作签。但是他在乌克兰里面又没有认识一些比较能够稳定的一个机构，而且现在停电，而且那个网路全部都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联系的很顺利，所以即使有人愿意帮他，其实手续也很麻烦。所以在这个当中，他这个工作签，昨天在台湾队在讲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眉目，就是说，好，他回到乌克兰的时候，要找台湾，他去找台湾队找他们相关的一些机构，看能不能给他有这样的签，虽然他没有保证，但是至少是一条路。当然在那个地方可以有工作签，他就可以不必再跑来跑去，而且进出那个海关的时候也不会被找麻烦，所以这个很重要。而且他到那个乌克兰的时候，如果跟台湾队一起工作，我跟他说我可以帮助那个做一件事情，就是跟日本的国际接待协调，就是说有他在那个地方的工作，他的所请他工作的那个机构就由我们2个国际接待社日本跟台湾的国际接待社做 sponsor， 就是能够把一些资源，我们能够获得的资源，透过这个管道就可以到乌克兰去，让他在那个地方可以比较安心的，能够做比较更稳定的一个工作，可以做服务的工作。这是我们在昨天在会议的时候所讨论出来的一个结果。虽然还没有做结果，但是至少是一个比较共识，而且比较一个方向，比较有方向一点。那另外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在国际接待社，我想说，我介绍一下那个台湾国际接待社也是一个国际的组织当中的一员。这个一员的当中里面，我们一直看这个历史太久了我们看到下面的工作就好。
因为这个饥饿对策它的有4个面向，因为饥饿，我们有做教育倡导，那个教育倡导我们有做志工训练，这个志工训练我已经做了大概15年左右了，而且是国际那个政府认证的，所以我们也要将来在那个也要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工作跟志工有关的，好，因为这个是我向理事把我临时把它拿出来用。另外我们在88水灾的时候，我发现我所训练出来的志工有5000个人，在10年当中，在基督教福利会以前美元的机构。我去担任执行长的时候，我训练了118场，然后有5000多个志工。但是我发现到88水灾的时候，那些志工根本都傻眼了，看到那些小林村出来的，看到纳满夏出来的，其实他们手足无措。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做一个危机灾难悲伤辅导跟灵性关怀，就是临终关怀跟他的家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关怀的工作，这个是我们每一年定期的，每一年的6月、7月、8月最后一个礼拜1到3，所以有9天的时间做这个主要的训练。这个主要训练其实助人工作者最好都能够有这样的装备，但是这样的装备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后面我们还有叫做1日工作坊。这里有一个1日工作坊，有没有？这个1日工作坊是什么？就是很多的治疗法，其实明年我们请那个郭景怡那个基恩教会的一个青年，他是在美国学音乐治疗，他回来要讲音乐治疗法，我们还有戏剧治疗法，还有很多的绘本治疗法等等之类的治疗法，来补足那个悲伤辅导的3个主要的理论。这个当中我们还有饥饿小学堂，就是帮助那个偏乡的原乡的那个教会的客服班。我们请艺术的老师去做艺术的创作，帮助他们在学习那个学业之外有一个不同的面向可以去学习。另外我们在这还有一个就是大专院校的农业的奖学金，这是要鼓励台湾的青年跟我们的土地不要脱离了。现在我们的孩子其实跟土地没有什么关系了，已经都已经几乎是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在鼓励这些青年回到这个工作来。那我们每一年就补助他们。国内的对这个不必讲，那个一定会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做。最重要是国际施工，你看我们那个整个经费国际施工的比重怎么样？最大。所以明年度这个国际饥饿对策的大会在台湾召开，在台湾召开是因为有下面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台湾国际农业人才培育的计划，这个培育计划其实分成4个，刚才已经讲到第4个就是那个农业的奖学金，但是我们这个国际饥饿对策的会员写计划来，然后送3个学生，推荐3个学生来台湾中兴大学，我们跟中兴大学合作，所以已经都签好了，所以跟中兴大学合作，他们尽量不保证，就是提供那个学杂费。那学杂费只是占一小部分而已嘛，但是其他的就是由饥饿对策要去募款来筹备这样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希望这3个孩子能够回到他们的国家，就变成农业的种子。因为你助人的时候，给面包吃不如叫他做面包，就像给鱼吃，给鱼吃不能叫他怎么样钓鱼。但是问题在哪里？如果池子里面没有鱼，你钓得到吗？钓不到。我在东部牧会12年。在那个地方，太平洋很大，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你在太平洋能够抓到的渔获量越来越少，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流刺网。所以很多的这样的生态的破坏，所以没有鱼的话，就像没有粮食、饥饿的话，最重要的还是要帮助他们怎么样生产粮食，所以才会有这个计划出来。所以希望这2、3个孩子回到国家的时候，就变成农业的种子。所以现在外交部也很看重这个东西，所以外交部也在跟我们谈，那个是不是能够纳入什么非洲的精英计划，但是还没有谈成还没有谈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还有他写完计划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国际农业的辅助计划，就是我们在中兴大学跟一群那个农业的专家，因为农业很复杂，有肥料的，有种子的，有等等之类的，很多的
这个科技都在里面。所以这个当中，我们有一些每一年要有一个计划，就是送2个专家过去帮忙。然后呢，在暑假的时候，寒暑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国际志工队，就是在让教会的或者机构赞助的机构，他们推荐学生来，让我们送到那个国家去，帮助他们去做工作、跟社会工作、跟教会的营会的学习。这个是第4个刚好就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台湾农业奖学金啊，那个是这个计划里面的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国际救援，那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救援的记录，这个我就不再赘述。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今年这个他回来之前我已经写好了，但是我们现在加上去，就是把那个乌克兰的事情纳入这个整个救援计划里面，所以我们在也收那个这个救援的款项。让我们从这样机构对策的这个协力的，尤其韩国在那边有注册，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协力的做这样的事情。另外我们就一个社会事业，我们有卖那个会员的，因为协会有会员，所以会员的产品，比如说苦瓜茶等等之类的很多的产品所以在这当中，希望从这个实物那个社会事业能够小赚一点点。那30万来做什么，你知道吗？做辣木的研发。辣木粉的替代品，因为在非洲1分钟里面有16个孩子死掉，其中有12个是因为什么死掉？没有东西吃，饿死。所以在这当中，那个营养缺乏，妈妈如果没有营养的话，她的奶水怎么样？就没奶水了，而且也不够营养。所以这个为什么用辣木？辣木你们知道举手？捌听过辣木应该清楚。辣木里面有37种氨基酸。这个很特别，这个是他们说上帝给的特别的礼物，37种氨基酸。他说人体里面需要的氨基酸有几种？根据那些科学家说，我们人体里面需要有43种，所以差几种？6种。所以我们要做研发，请一个中兴大学的食品营养系一起来做，还有药厂一起来做，就是把那个粉末辣木的叶子粉末研磨到变成奈米级的，就是不能有渣渣。那孩子才喝的时候才不会怎么样，才会炸点，才不会呛到，而且还要研发怎么加上那6种那个氨基酸，所以在这个当中，这是一个我们在做努力的一个工作。所以在这个当中这个就不必讲。所以在这个当中，饥饿对策我们很希望说，透过蓝领回来，那我们知道他在乌克兰做很好的工作，而且他有很大的语言的恩赐，可以做很好的协调跟沟通。所以他带我去日本商社，有一个目的也是日本国际就是他们的目的，就是他带我去商社认识这些商社的人的时候，让台湾的日本商社可以帮助台湾的国际饥饿对策，一起壮大，让我们能够有更大的量去提供更实际的那个服务，去帮助。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在昨天理事会里面，我们就有一个理事就临时动议就接纳那个王南岭弟兄成为饥饿对策的会员，因为他如果成为会员的话，我们在处理事情有时候就比较更方便，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也很欢迎南岭来加入这个国际饥饿对策的行列。我希望说，透过这样的话，让他的才干、他的热忱，能够也回到我们台湾来激发我们的热忱跟我们的爱心，让我们没办法去参战，但是至少我们在后方怎么样？可以加点油，可以加点油。最近我在看到那个台湾的状况，其实我们要特别为台湾祷告，真的，因为台湾在这目前状况之下，2年后的选举更重要，更重要。但是这个氛围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包括昨天那个嘉义也是很惨，所以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也不要失志，卖自己太勇敢了在我们的岗位上，在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好好的去跟他们有一些良性的沟通，不必太起大的冲突，但是也不必说我们要温良恭俭让，温良恭俭让已经被别人害死了。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介绍，我们也让蓝领兄也在这个地方有做一个介绍，让我们可以知道说，饥饿对策可以做很多的事，而且透过饥饿对策这个牌子，其实在
国际上就可以比较有一个大家能够信任的一个品牌。好，我相信在这个当中，我们跟长老教会总会教社委员会也会有密切的合作，也很密切的合作。所以在这个他加入台湾队的时候，其实就是变成共同在做这样的一个推动的工作。所以我做这样的补充，谢谢大家。好，那我们感谢郑牧师的分享哦。那我们再请南颖哈。那我们现在把时间开放给各位如果就我们在关心乌克兰的你有想到什么哈？那或者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都这时间是开放的哈。你先是这个芥菜总会的同工啦哈，你有没有在分享你的在芥菜总会对这个乌克兰有一个乌克兰事工对不对？那能不能也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没有，我今天其实主要来也是想要跟那个王弟兄可能先请教一些事情，因为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基督教芥菜总会海外服务中心的专员。没有，我今天是来学习的啦。那个我是基督教芥菜总会海外中心的专员，然后我们那个我今天是自己过来，没有主管没有跑过来。然后就是我们其实也签了大概19万美金去乌克兰，然后我们也是透过就是一个我们也是为了乌克兰案子去开拓一个合作组织，然后是叫做 Man Air，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在瑞士的那个也是基督教背景的人道援助组织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今天主要来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拨款方啊，然后那个我们的合作组织他们其实也是瑞士的组织，他们平常是在全球是做那个人道救援的，所以这次乌克兰那个冲突之后，他们就是有第一时间就派驻过去，然后在那边建立那个就是开始建立人脉，然后他们现在也有在那边注册，然后弄一个分会。那因为毕竟我们其实也是第一次合作啦，所以其实所以我们其实得到的资讯也都是相当第二手以上的，所以今天也是想说，可能等一下可以跟牧师或者说弟兄可以留个联络方式，就是说我们目前台湾 NGO 在乌克兰有做的话，除了我们就是好邻军协会，然后跟世界展望会，然后跟慈济，然后跟大概就这几个啦，所以其实也不是很多，所以我想说也是可以，我们可以来资讯互通交流一下这样。好，谢谢。好，谢谢林夕。那我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对于刚刚南以弟兄跟我们分享的有没有什么要回馈的？或者是来。王弟兄你好，我是郑，就是请教一下说，刚刚听了分享，那也知道说其实乌克兰还蛮需要的东西蛮多的，那可是我们是一个就是很normal，我们不是政府，也没有所有的场地。那你觉得我们这样子一个小小的一个肢体能做怎样的协助？你觉得你建议？其实一直不断的替乌克兰代祷，其实就要非常感谢啊。我刚刚前面可能有提到，就是说实际的物资，大部分的东西在乌克兰里面其实都买得到。乌克兰的中部跟西部，它没有那么崩溃了。现在是主要是东部地区越往东边走，越匮乏。然后往东部非占领区的物资食物就不足，然后被占领过的地方或者是现在渐渐有些地方它的基础设施就不够，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在乌克兰的中部以及西部是买得到，
所以接下来我回去要做的事，打算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西部以及中部各准备想要找办公室以及找仓库，从西部找物资送到中部，再从中部配送。这边没有地图啊，我刚才的没有这个大家看不到。PowerPoint 好，那你的那个还有就是一方面是硬体的，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软体的，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我刚刚提到就是孤儿院啊、难民营啊等等的，是希望有人一起进去，然后去哪怕是陪着小朋友画画，或者是去唱歌跳舞，或者是就是关怀他们，因为很多人是很无助的。对，就是我现在是规划，就是除了在西部有一个办公室仓库，以及在中部地区，因为不好意思，在中部地区也准备一个仓库，就是在中部地区设仓库，然后从西部收集，然后调到中部来，再从中部配送到这些区域。为什么选中部？一方面是配送的距离，整个国家配送距离相对方便；另外一个是乌克兰这个国家，它在战争前是欧洲大概是第2穷或第1穷的非常穷的穷国家，它本来就很穷。中部地区，北部基辅，南部是港口，这边是工业区，这边是观光区、观光金融区，中部是农业区。他在战争前就是穷上，就是非常穷的地方，很多学校连黑板都没有。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很多工作要做，就是因为我透过乌克兰当地的教会以及当地的神学院等等的人一起去配送食物，同时我也在里面去试着去搜索一些。穷困的村庄，穷困的人，或许我不晓得我这样子表达正不正确，但是我观察到有一些人就是，其实战争发生主要受创的是，对不起，主要受创的是东部以及这些区域，就是直接战争进去，然后目前这4个州是。被占领。战争一发生的时候，有很多可能基辅啊，或者是西部的人跑出去了，他们跑到德国、跑到意大利去申请难民在那边。这边的人来不及跑过去，可是名额已经被西部的人占领了。西部的人将好好的，战争前相对好。甚至我看到讲比较夸张一点，比如说，假设战争发生在台湾，然后像郭台铭这种有钱人出去了，理论上他也是难民啊，但是他有那么需要帮助吗？就是所以我在里面的其实很多工作就是我去观察、去了解这个村庄或是这些人是不是真的那么需要帮助。还有就是说，他原本在战争前英文讲得好的人，或是受过教育好的人。社会资源比较好的人，因为英文好，他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 sponsor。但是我遇到很多人咖来的人，就是他们要求救求援的能力很有限，他们可能一些现代的科技也不是那么熟，然后沟通能力也有障碍，但是他们很需要帮助。所以这是我接下来就是我一直持续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去试着去评估评估，当然这就是一直不断的需要祷告求神的怜悯以及求神给我智慧。我在
波兰收集了食物，就像刚刚看到那个箱型车，就一台车。我每次回到乌克兰，回到中部以及东部，就好像拿着一杯水，只有一杯水而已。到了那边，可是就好像进到沙漠，每个人都跟你说口渴，到处都很缺水，水到底要怎么分配，资源怎么分配？所以很需要上帝的怜悯，很需要大家的代祷以支持。对，以及就是还有就是说，接下来工作，比如说我这次在日本，日本有的我有遇到一些，比如说退休教师、退休大学教授的一个团体，他们对于小孩子的教育很有负担，所以他们就是类似所以我接下来回去的工作，比如说针对一些我刚刚讲，就是学校可能连黑板都没有，或是完全没有老师，老师都跑光光了，那就是说可能怎么去帮忙聘请老师，或是怎么去修缮校舍。它中部很多地方其实是学校是还在，是可以上课，但是非常贫困，所以有的单位是专门对教育有负担的话，我就帮忙去找这样的一些小学，然后让日本那边他们比如说日本那边在募款，或者日本那边在评估要怎么去帮助。有的单位是对医疗有负担的，有的单位可能是对农业有负担的，所以可能就是回去可以做的事情是包括到一些农村里面去跟农民谈契作，他们生产的一些农产品，我们这个单位就是收购起来，然后再加工，然后再配送给相对前线的人，然后这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就是还有像医疗，我在里面遇到一个农村的妈妈，然后那农村妈妈有5个小孩子，老公很多年前就已经不在了，所以她很辛苦的养着小孩子，3个小孩子还未成年，老大老二是男生，去前线参战，老大现在就是生死未卜，因为到部队很多联系是有困难的，老二到前线之后被轰炸，右手右脚就不见了。然后那个妈妈去医院看她儿子，她儿子动了10几次的手术，还没结束。然后那妈妈说，就是尽管是自己的儿子看了，其实都会怕，都会，就是那个画面。然后那妈妈说，她到医院，整间医院没有完整的人。所以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是有的单位它是针对医疗这一部分，像包括刚刚那个老太太，她没有意志。他还是想要，可是他还是不放弃。但是我很有负担，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是有些单位是因为国家瞬间那么多人，有残缺，国家是没有能力去支持这些义肢的，所以有的单位可能对医疗这一块是有负担的，等等的工作是接下来能做就是说，我做一个中间的桥梁，去那边收集资讯，然后回来台湾，让台湾这边各行各业或是各个样的一些团体，他们有什么样的负担，然后我们就是做一些连结，透过台湾国际饥饿对策组织这边，以后做一些持续的一些互动以及连结，这是或许我们未来可以做的。对。好，还有没有来？请问，这个可以直接讲没关系，这边收应该 OK 的。大家好，我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今年在帮 Discovery 拍片，然后我想要请问，特别想要今天想要来看，是特别想要也询问问看去过乌克兰的人，我们当然知道说台湾自己有，就是说在面对一些灾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蛮强的历史，就是说大家会互相帮助，或者是像这次的 COVID 我们应对其实也都还蛮好。那但是如果说遇到像战争这样的紧急状况的时候，您在乌克兰那边有没有看到一些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可能民间怎么样互助这件事情上面，也许我们虽然有应对天灾的经验，但是可能在战争这件事情上面，可能还没有思考过。有没有什么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就是照应变紧急灾难方面，可是在乌克兰你可能看到一些可能也许我们在台湾大部分都是经历过和平的人生的人没有想过的事情。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议题哈，怎么互助，很多时候要看时间、空间，能够互助的前提是资源足够。如果举一个让我很深刻的例子哈，哈尔基夫开战了，这边到边界40公里，所以早上4点，2月24号凌晨4点，棒开始轰炸所有的机场、军事设施，5点战车就开进来了，战斗机、直升机就开进来了。很多人在家里面根本就没有囤的食物，根本就挡不了多少天。然后有机会就是搭火车，要从这边搭火车，沿着就是这样穿过来，去西边往波兰那方向去。为什么我说我在波兰边界的时候，听到很多人悲伤的故事？因为逃难的当下，比如说原本一节火车的车厢。原本一节火车车厢大概坐50个人，逃难的时候那节车厢塞了250个人，没有地方坐，都是用站的，小孩子用抱的。很多人到了火车站，上不了火车，就算带了行李，逃命要紧，行李丢在火车站，上车想办法挤上去。从这边过去，乌克兰的面积是台湾的16倍大。乌克兰只有这一区是高山，大概可能不到5%的面积是高山，其他都是平原丘陵。所以从这边逃难是非常煎熬。早上发生战争，很多人根本就没带食物，就上火车了，就挤在那边，上厕所什么都有困难。那个是还跑得动的，年纪大的、残缺的上去，我听到非常多人在火车站求救，拜托帮我妈妈上不了车，我爸爸上不了车，帮忙扛，自身难保。轰炸一直都在身边，所以很多人，你要怎么互助？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要去规划，就是怎么提前去规划，因为对他们很多人讲是事出突然，很多人临时要逃，我遇到非常多人，他们就是临时逃，证件也带不齐全。人要怎么在10分钟、5分钟、10分钟内，把你这一生所有最重要的东西都带走，然后家就没有了。他的轰炸不是只炸住宅区，他要乱轰炸，到处轰炸。我遇到很多人，他的除了亲朋好友不见了，他连祖坟都炸掉了，连跟祖先的连接都没有了，所以他们的恨，我就是很难去形容。所以，对吧？很多事情要做很多的规划，再怎么规划，要做怎么演练，但，对吧？就是可能大家一起去思考，对，然后或许可以再保持，对，再持续交流。好，直接发问。我觉得话题太平首先要对你的工作在伊斯兰的工作，还有曾牧师，还有这个谢蔡总指，你们的工作我都表示非常敬佩的，因为你们的工作是我做不到就像圣灵刚刚讲的，以我们自己一个人好像微不足道，没有办法做。我想我先回应刚刚这位弟兄的问题，他是说战争跟自然灾害有什么不同？其实从乌克兰战争里面就可以看出来，自然灾害就发生了以后就过去了，就是要复建了。但是战争的过程里面，敌人是从内部在一直做攻势。所以乌克兰的战争就是乌东这些统派的，他们虽然有改变，但是他们的心应该在开始的时候是站在苏俄那一边的。台湾面对中国的这个侵略战争，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问题，内部就是很多人希望
台湾可以投降中国嘛？那我自己的推测了啊，你刚刚有讲一个重要的观念，你还想回去嘛？那你说你想要回去帮助乌克兰打赢这个战争啊？我星期3会坐飞机回去。对对对，所以你的目标就是希望乌克兰打赢这个战争，然后中国就可以对侵略台湾降低一点可能性啊。这个我是觉得这样子的逻辑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啦，当然也非常令人感到敬佩的。不过就是对我来讲我比较关心的问题，就你现在，当然你要回去，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迹象，就表示说乌克兰应该可能打赢这个战争了，所以你才会回去嘛，对不对？没有。我先把它讲完。那我是觉得这个乌克兰那个苏俄为什么会在今年2月24号这个看起来是突然的攻击乌克兰说乌克兰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要收复他的过去光荣的这个领土。那这个我认为普丁跟习近平是串通好的，因为2019年开始，习近平就是要把香港拿回去，他有没有做到？他做到了，而且成功了。他为什么可以拿回去？因为香港的统治者他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所以他要拿回去很简单。俄罗斯这一次会攻击乌克兰，是因为他看到中国拿香港这么顺利，虽然国际社会激烈的反对，但是他还是发动攻击。他认为中国做得到拿回香港，那他应该也可以做得到拿回乌克兰。如果俄罗斯拿回乌克兰，那么中国就会攻击台湾了，就会侵略台湾。这是他们2个人私下串通了，当然我没有证据了不过我从我这个情势的观察，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的问题比较短了就是你认为乌克兰能不能打赢这个战争？到底上帝是不是站在乌克兰跟我们台湾这边，还是我们要怎么样苦苦哀求一个附带的小问题就是说，乌克兰的人民到底有多少人信基督教？因为你刚刚一直提到，有些老人在死之前都还没有悔改，好像听起来他们不是基督教。但是我看芥菜种子讲的，他们的捐助的来源也有从慈济来的，所以这个宗教上这个悔改不应该用宗教这样子来定义他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应该都要帮助他嘛。悔改应该是说他是不是信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那如果是信仰俄罗斯恶霸独裁，那这个才叫需要悔改嘛。那个统派的才需要悔改对不对？不是有没有信仰宗教的问题这个是我2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比较重要就是说你会去乌克兰，那是不是因为乌克兰如果打赢了，像泽伦斯基如果打赢了，习近平应该不敢攻击台湾了。对，所以你的这个目标我是非常认同所以我也是希望乌克兰可以打赢。但是叫我去乌克兰教书去种菜好像我也没有办法，兼权也能力也很小就是我是希望，就是说乌克兰的统派，乌克兰人怎么样对待他们？我们台湾人从乌克兰的面对俄罗斯的侵略战争，我们到底能够学到什么？我是很希望把这些台湾的统派把他赶回去中国。因为他们都来有没有那个回应一下？圣经上好像有类似的话，叫做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在日本的时候，也有那边弟兄问我，这战争谁赢谁输？我跟他讲说，我的负担不是，我对于政治其实没有那么有兴趣啊，因为我看到的是难民的眼泪。很多人合孤，小孩子合孤，很多人也没去投票，或是谁当家，他也没那么在意。但是他就是家破人亡，他就是突然之间，家里面就少很多很重要的人就没有了。刚刚前面提到撤侨的时候，撤侨之前，我在那边有遇到有中国的人，中国人来跟我讲说，他说跟我们撤回中国。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跟台湾的联系不上，我没有机会跟台湾的一起撤出来。很多有些中国人，他们可能有些政治任务啊，就是说带台湾人撤到中国去。到后来我烦了，我就跟那些中国人讲说，我就算死在乌克兰，我也不跟你们撤去中国。我回去，其实我也不晓得到底谁赢谁输，我也没有那么在意。我在部队的时候，我好几次都觉得我会死在部队。我开始渐渐体会保罗他说的，我记得应该是腓立比书啊，里面提到保罗好像提到说，就是说他也很想赶快回到耶稣的身边，但是神让他留着，因为耶稣让他有工作给他。我好几次我去送物资的时候，我到了某个村庄，到某个城市，我一离开，半个小时后那边被轰炸，很多次。就是或是我遇到状况的时候，我就祷告神，说神耶稣啊，你若觉得我的工作到此为止，要我回到天上，那我也感谢你啊。那你在这边让我结束生命也 OK 啊。或者是我遇到困难，那你如果是要我希望你继续同工，你就让我度过眼前的难关。车子坏掉，我在乌克兰里面车子坏掉，遇到很多突发状况，所以另外就是说我10月离开乌克兰的时候我7月的时候，7月有一度我送难民到波兰去办签证，隔了2个礼拜我才又回到我在乌克兰的神学院。我回去的时候，那边的义工2个礼拜义工少了一半，很多人都软弱啊，就是都走了。我10月要去日本之前，要去日本报告之前，我原本以为出去签证或者出去日本报告2个礼拜就可以回乌克兰，可是乌克兰里面的那些同工，眼睛含着泪问我说：“王弟兄，你真的会回来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拖了这2个月，我也很想回去啊，我也常常跟他们联络啊，电话打不通啊，电话留言过了很久才回复啊，我也很担心他们的状况啊。所以，如果回去，神要回到天上，结束在乌克兰的事工，那我也顺服啊。我不晓得明天会不会发生核子战争，所以其实我在寻求资源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说，如果可以的话，其实资源可能一部分，比如说现金流不要直接到乌克兰，一部分到波兰，因为我不晓得会不会核子战争会是发生什么状况。现在在乌克兰里面的许多银行其实常常停摆，没有电，没有网络，银行也不能工作了。所以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就是继续跑。我也不晓得明天会怎样子，我就试着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我能做的只有这样子。我因为战争，我发现我自己非常的脆弱，人就是非常非常的渺小，所以真的要靠神的力量。我是这样子的一些体会啊，所以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好，那个蔡教授其实讲的是一个是行公义啦，你在强调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就好像是我们要奔跑上帝国的2条腿啦，缺一不可啦，我们也要有那个对于普世价值公义的心，这个很重要。我们也要对人的怜悯那个去救助需要的人了那这个我们其实需要一起努力。可能我们现在只看到这个点很重要，
但是其实两只脚健全才能跑得快了哈。好，那后面有位弟兄要分享。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说刚才好像提到过，就是说中国就是很多乌克兰应该是对他反感的，对。那我们在外面的人当然知道，就是说中国跟俄罗斯是站在一起这样。那我想问的是，在乌克兰里面，好像特别是比较中间的，他们可能得不到外面的资讯的人，他们知不知道其实中共是跟俄罗斯站在一起？他们知不知道？没有，我记得开战的第2天还是第3天，乌克兰的官方媒体应该是他那个官方媒体的名字叫1+1，其实它里面的一些政治评论就直接讲，这个就是中国在后面支持俄罗斯才有足够的资源以及底气去侵略乌克兰。所以在第2天，他们乌克兰的官方其实就是这样子定调，就是这样的立场。所以在刚开战的时候，很多中国人，我记得中国大使馆比如说我在学校里面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开战当下，那些中国留学生，他们看到新闻都不晓得有战争这些事情。战争当下，然后就是很多谎言说中国政府帮忙撤了几千人出去，可是乌克兰中国留学生在里面被轰炸，就是轰炸就在外面了。中国外交部在那个节骨眼，逼着乌克兰政府要护送中国留学生出去，所以变成乌克兰的政府要准备游览车，然后每台游览车上面要配军人，然后开专门的动线，把中国留学生送到比如罗马尼亚等等送出来，然后就是这样子占了他们资源，所以乌克兰人就是大家都想逃命，结果我的游览车被政府征收去救中国留学生出来，乌克兰人就是从我刚刚讲就官方以及他们也很多人看到的事情就是他们对中国其实不满的，但是现在可能乌克兰政府又投鼠忌器，他不敢太明目张胆跟中国撕破脸，怕你要撕破脸，那中国也就直接台面上就直接帮助俄罗斯啊，他现在可能要躲躲藏藏啊，就是可能有这些顾虑啊，但是他们民间的氛围大家都知道是有中国的因素在的。好，林信是不是？我补充一下刚才蔡老师讲的那个问题因为我刚才可能没有讲很清楚，我是说就是台湾其实现在也在做乌克兰施工的那个 NGO 没有很多啦，那就是我们几个之外还有慈济，然后那我也是顺便让那个你们国际饥饿对策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目前知道的状况就是除了我们接待总会之外，然后还有那个好邻居协会跟 Neighbor 跟 Neighbor 参国的嘛，那他们其实在全世界是数1数2非常大的一个那个国际 NGO。那台湾的好邻居协会，它现在目前它是就透过他们那个国际的好邻居，然后在应该也是匈牙利或是摩尔多瓦，然后在他们那边的那个透过他们那边的教会，然后去做物资协助，但是他们也是。就是他们能做的，也就是说，他目前是透过匈牙利的教会进去啦，就是只能这样子而已。然后那个世界展望会也当然也是透过总部，那我忘记他们是不是有在乌克兰里面有登记了。那他刚开始也是从他们世界展望会在匈牙利跟摩尔多瓦本来就都有那个分会，虽然现在主要是透过匈牙利的那个总工，然后我刚刚提到慈济其实单纯它就只是在那个波兰里面做那个物资啊，它也没有办法进乌克兰，因为台湾人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王弟兄，这几个组织其实都有提到说他们出访的时候，其实他们就算拿到那个乌克兰的应该是电子签证吧，其实他们去几次都还是在那个边界有被拦下来，所以他们是所以这个情况是不一定吗？还是说？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没有办法，他们后来就是实地出访的时候，只能待在那个波兰或者是匈牙利，他们其实还是进不去，就是拿那个台湾护照的签证，因为我们其实之后理论上其实也要去勘察，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想要了解一下。我原本是学生签，只是现在学生，所以我一直进出都是用学生签的。然后你说进乌克兰被拦下来，其实我不是很清楚细节，但是我是没有被拦下来过。然后我是有听说我有遇到新加坡的姊妹是被拦下来不能进去。然后也有可能就是说你在过边界的时候，因为就我的感觉是乌克兰的海关的警察英文程度非常非常差，所以可能是在过海关的时候有些事情解释不清楚，或是什么让他们有疑虑，所以没有放他们进来了。然后对，然后刚才蔡老师讲一点，我也补充一下，就是说是关于那个服务对象的问题，其实我们基督教人道救援的，我现在就是讲一些比较实务的分享啊，就是国际上人道救援其实其实我们是真的是没有在分啦。然后就是其实也可以跟王弟兄分享一下，就是当然乌克兰我不熟啊，但是像之前在那个尼泊尔的地震灾后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些组织是后来是会反省说，其实他们就不会在就是有些组织它其实在发送物资的时候，它会放一本圣经在里面，然后其实后来大家共识就是其实不会在这个时候是做信仰。对，但这个还是看情况啦，对，只是跟蔡老师就是分享一下，然后所以其实我们的确我们其实即便我们全部都是基督教的 NGO， 但是我们其实在真正服务过程中，我们不会去那个可能间接的就是会去谈啊，但是直接的是实务现场是不太会这样。然后再请教一下黄弟兄，不好意思，那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刚才有提到那个货币的问题啊，那后来怎么样？因为我们的那个 partner 就是他其实有发那个小额现金每个月的那种，但是他的确有说现在就是因为那个货币贬值啊，所以其实他们那个其实数额都需要重新评估。那就是你在现场的话，那其实大概会很严重吗？或是几倍之类的？首先讲那个信仰的问题啊，不好意思，补充一下。我刚刚提到我在里面，我都是跟教会合作，当地的教会，还有当地的神学院。乌克兰对它是东正教国家，但是很多人对他来讲，就像波兰是天主教国家，很多人对他来讲，宗教是一个日常的文化，逢年过节跟着阿嬷一起去寺庙里面，去教堂里面，然后平常剩下的日子，对，就是没有那么了解。但是我合作的那些新教是，他们就是等于是，他们不是本来文化的部分，而是去传福音，去讲悔改，去讲这些，然后开始有些人去思考，就是耶稣等等的事情，对，才有一些就是比较不一样。然后你们说的很多就是说，对，应该就是说不分对象都去帮忙。但是刚刚讲第一个原本的前提说，我合作的对象，他们很多是神学生啊，就是传教就是未来可能想当传道人的，所以他们有这样负担，然后我跟他配搭。然后为什么就是说需要宗教力量？因为难民他们内心的伤痛，我就是不是食物给他，而是就是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语，陪着他们念，陪着他们陪着他们去理解，帮助他们不要那么绝望，或是帮助他们能够减少他们的痛。所以这个时候有宗教，我也遇到很多，像我前面提到的，这对母女，他们信
虔诚，就是基督徒，他们是很坚定的信徒，还是很虔诚啊，很虔诚。我带着他们走到哪，他们都是感恩、感谢任何人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就一个正循环，一直不断的，因为他们知道，就是他们相对谦卑，知道万有神。这个难民他住在基辅旁边的，好像是布查大屠杀，但是布查其实他那边是有很多新的那种富人区，在战争前很有钱的。我在帮他的时候，所以一个人在战争前本来就没有很有钱，他可能原本只有1万块，因为战争剩下1000块钱，他少了9000块。有的人战争前可能有1000万，他因为战争少了900万，还有100万，他比他们有钱很多，但是他就觉得我少了900万，他的内心就不满足，他又不信基督教，不信神，他就觉得我要想办法把那钱拿回来。我在帮他的时候，一天到晚在抱怨我，说我不帮他，我对他不好，还打电话去日本说我对他不好。因为我后送他们到华沙之后，我的负担是赶快回乌克兰。我给这个妇女看，我去医院看断腿的，我去看那些没有父母的人，孤儿什么什么的。我跟他讲说，在乌克兰里面有比你更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他内心空虚，他就只看到自己，说为什么王弟兄，就是为什么王南你一直不帮助我，一天到晚在抱怨我。这个女生她后来到了日本之后，日本的教会接纳她，但是几个月后，日本的教会也受不了。也不知道怎么帮他了。不过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反例啊，就是说我常常有时候帮助乌克兰，在帮助难民的时候，难民有些抱怨，有些人我就跟他们讲，你不是观光客，你是难民。你如果真的觉得在波兰这么痛苦，在日本那么痛苦，我带你回乌克兰好不好？反过来讲。我也常常问我自己，我会不会在神面前忘记我是一个罪人的事情？因着眼前的这些世俗享受，声色犬马，忘记我是一个罪人。耶稣用宝血洗了我的罪，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些见证。还有一个就是说，帮助基督徒，我忘记是圣经里面哪本书，就是说要常常行善，特别是信主的人。圣经上里面有类似的话，我忘记在哪里了。我刚刚提到，我每次车子能载的食物非常非常少。其实我常常到了一些教会，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搞不清楚，我就是先送给一些难民留在那边的人，然后我之后我大部分的物资已经送给难民，之后我再到了教会，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讲他们的不足，我反而前面已经给光了。我们都是一起祷告，一起都是基督徒，但是我面对基督徒，我感觉很羞愧，我悟不到更多的食物，我找不到更多的资源，所以我就是怎么讲，就是我需要更多的智慧，需要更多的求神给我们一些恩典，一起走下去，不是偏心，不是说我不帮助外邦就是不信主的人，而是常常是两难。常常是很多的困难，我不知道怎么选择。好，回到刚刚讲货币，其实现在在当下是0，不能战争前1比5，1比5.5，然后我在那个当下是0。其实几个月后，像现在大概是1比10，就是它已经砍半了。我运作的时候，日本人他们是给我日币，我日币在乌克兰里面不能换。日本人也有给我一些美金啊，就是我在乌克兰里面，美金可以换，但是我绝大部分是，比如说日币的部分，我就是在波兰换成波兰的兹罗体，再带兹罗体到乌克兰里面换钱，然后这样子，因为兹罗体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货币啦。好，我王弟兄有几个问题请教啊，我们因应台湾可能未来的战灾，想要跟你请教说。在乌克兰这边2到5月应该是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他们在刚刚提到金融的钱的部分，大概刚提到钱是领不出来的。
那所以在当下它的金融是怎么交易，或者说怎么去做买卖，或者是说你生活物资怎么去取得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通讯的部分，因为关键基础设施可能都毁掉了，那在最激烈的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去做联系？那我刚刚听到好像有些时候你电话是会通的，有时候是不会通的。那怎么去做？包括像你这些 NGO 组织，或者是他们这些居民们，他们是怎么去做通讯啊？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他们在当地的那个看到是有些小学或者是教会是有一些难民的收容中心，那他们是怎么设立的？他们是怎么运作的方式？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再来是你提到你有很多的物资的帮忙去发售，这些物资你大概是怎么去募集来的，或怎么去收集来的？这些可能也许未来在台湾可能都会用到，可以分享给我们知道吗？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就这张照片，他们取得签证难民的签证的条件是什么？那为什么唯独就他们4个可以出来？好，谢谢以上几个问题。不是4个啊，我带了10几个，我不是每一张投影片都是一个面向而已。是。对，所以很多只是我很有，就是我想讲的见证是说，信徒跟非信徒，然后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我信徒也帮，非信徒我都帮，只是我看到神给他们的祝福，或者是我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想，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见证。我刚才听到很多人都很愿意，都希望能够知道详细的状况，但是我想补充一下，因为王弟兄本身一个人从在学校离开学校，失掉工作之后，投入做救援的工作，所以在那个当中，其实目前除了那个日本国际接的车，在一段时间里面有一起共事，给他一些资源，可以去买那些东西来救助。所以其实这个他的那个问到很多那个 NGO 的运作的模式，坦白讲，对他来讲，他很难回答，因为他没有那个 NGO 的那个组织的那个支撑，所以这个困难。而且问到说那个他怎么去筹措了，如果运作这个更困难。但是我们刚才那个蔡丁贵教授他在问一个问题这个更困难，因为这个谁战赢战胜战输那这个对他来讲，他这个做一个single的一个 volunteer 要答复这个问题，可能是相当的困难。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刚才你问对的一个问题是说，如果只是那个用信仰来做建造的话，其实是有一点那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我常常跟很多人说，好的撒玛利亚人这个所谓的好的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有没有问他是撒玛利亚人？你是撒玛利亚人还是犹太人？有没有问？没有问呢。他只是看到他的需要，就去帮助他。所以他也很愿意去帮助那些人。他刚才讲那些，只是因为说，从不同的宗教的信仰，或是从信仰的角度去看，这两组的人他所展现的生命的样态不同，如此而已。所以其实，在整个救灾的过程当中，其实，在 NGO 里面是不分宗教、不分他的条件，只要是真的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所以我们在台湾在救灾的时候有4个步骤，一个是防灾，一个是备灾，一个是救灾，最后一个是什么？重建。这个我们都可以预备呢。防灾跟备灾都可以准备，但是战争有没有办法准备？没办法。很困难准备，而且它这个是很大面积的，这个不是 massive disaster 而已它是一个非常破坏性的一个绝对的破坏性的一个战争。所以在这个当中，其实有些问题是不是我们所能够去想到怎么去解决？但是因为我想跟各位说一下，那个韩国国际接的车在乌克兰有登记，所以我特别问了那个韩国国际接队车的人，这些国际处的主任，问他们说，我们的这个台湾这个 volunteer 可不可以挂在他们那个韩国国际接车？后来他说 I'm very sorry， 我们不可以。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韩国的政府禁止他们的人 involve 在这个战争里面，所以他
外国人要加入他们，那是绝对怎么样？不可能的事。哦，还有那个等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会结束之后哦，我们等一下3个同工哦，我们3个人还有我的助理哦，要赶快赶到玉山神学院。哦，半夜到，我跟他们约半夜到。啊，明天早上在玉山神学院，他们有一个。我们抱歉，因为我们时间是到9点，但是我也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我们有加入这个普世教育协会底下，它有一个 ACT Alliance 的那个普世教会共同行动联盟啦。那其实，在战争开打没多久 ，WCC 跟 ACT 联盟都已经有派人到乌克兰去关心。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也有第一时间先拨款到那个这个平台ACT 的这一个平台去救助。那我们后来包括持续有总会那边有教会的这个募款，我们也透过这个平台到乌克兰那一边那也包括在这个波兰附近的难民，包括在匈牙利，就我所知道的是这样，不知道郑老师有没有要知道这个消息就是这个是在教会，因为 ACT 它WCC 里面的会员国的成员国里面那就我所知，大概有125个国家的这个加入那成员国包括机构大概好像175个那大概是这样。那就是说，透过这种国际性的教会的联盟平台的组织在协助那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教会共同行动联盟这个是让大家了解。那这里就像曾牧师所讲，其实，在救援当中，就像医生在救援的时候，不会分你说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是怎么样的背景我才去救你，不会的，他就是直接以人道为优先的那种救援那今天很感谢大家这个来参与这一个分享会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乃馨是不是有一个要跟大家来分享？黄立中他就是把他这边有一些可以介绍乌克兰的东西，他有做一个陈设，所以如果有兴趣，对，好。带他们也要赶车，就是对。获得一个可爱的小礼物。好，那我们再次的谢谢今天大家的分享，谢谢王弟兄的分享感谢大家。好，那他们要赶快赶去玉山神学院花莲好，谢谢。要拍照的赶快来哦，待会要收哦。我知，伊可能是在台北。接下来，好。可以帮他现在全部大塞车，我在坐那厢型车从波兰收集到物资要进乌克兰，乌克兰大概4个小时，乌克兰厢型车排队，我们现在也在找8个小时起跳，厢型车货柜车进出是用几个礼拜在算，大排长龙。
我先拿。你所有东西，我只有比较快的方法，东西寄到波兰，我去波兰拿，然后再带进去。谢谢。或者是很多问题在乌克兰没办法，那个卖，公药台湾的药是哪看不到？你上面标示他们看不到。对的。没有，因为应该这样，我